再去看世界，来看芭蕾奥运特别举办啊！今年的芭蕾奥运头一届，甲霹雳舞来一批比赛项目，跳这款舞穿片片，接大部分看到的拢是少年家咧跳，要么无听到社会人比咱更较高。真像有伫日本就有一团阿嬷霹雳舞团，年岁上大舞者，伊已经74岁。在舞台对应到跳舞，最后个双脚向顶悬踏，个右臂屈身摆姿势。徛在舞台中的舞者，无讲一定看不出来，已经是74岁阿嬷了。やってたんですよ、練習風景で。私も若ければきっとやってたなこんなことと思いながら見てはいたんですよね。でもまさか自分がねやるとも思わなくて。完全清慧阿嬷讲，若是高中校友提议，因捌想过会正做老大人霹雳舞小组的成员，对囡仔斗阵接受捌得到日本霹雳舞冠军教練的指導。そんな難しいことはもちろんね、もう年ですから頭でくるくる回ったり片手で立ったりなんて絶対できないけども、下半身強化ね、運動にはなるなと思ったので、それで続けてます。其实，原传阿嬷早就是大师级的日本舞舞者，带学生安怎伫个动作之间跳出日本舞的身份。这种传统舞蹈甲霹雳舞比起来，一静一动，天差地别。不过，原传阿嬷为着因继续跳心爱日本舞，决心会继续接受霹雳舞的挑战，来锻炼强健的体力。100歳までできますよ、やる気になったら。ブレイクダンスは生きてればね。听到老人跳霹雳舞，真侪送囡仔学霹雳舞的家长，拢感觉哪有可能？因伫看过原传阿嬷表演了，只有一句话，就是有够厉害。原传阿嬷努力学舞的成绩，也加速其他少年舞者上好的模范。公司新闻在回面报道。